评审团根据天气水派、动向、风皮和汤度来拍分数。今天两种60组比赛，水准拢正出调。品质都算水准之上，都不错哈。那可能就是中部地区，其实最近这1个月雨水相对比较少，所以糖度也都有拉上来。台中市天气年产量4万多吨，是全台湾上大产区。不过这几年受到气候影响，整体产量有减2-3成。今年的甜柿价钱都比往年高个2-3成。好，在他们批发价来讲，都高个2-3成，但品质也相当的是非常的好。今年的奖项由和平区全部包办，嘛是这几年头一摆透过比赛，和农友互相交流，希望提升种植水准。天气的产季卖继续冻到12月，民众当把握机会来吃潮湿的好猪皮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